其实这个年假呢，真侪人啊，拢已经按算好啊，就是要出国佚佗啦。今仔日桃园机场你看人67743个人，规工算起来差不多这么侪人拢出国啊。这个机场的工作人员啊，真无闲，但是希望大家拢真顺利，好好啊去佚佗。 桃园机场四界拢是人，旅客拖大卡细卡的行李箱，搁排排呀，伫咧报道的柜台办理登机手续，把握光复节的年假，抢伫咧今仔日年假的头一天出国佚佗。 工作人员摕条码扫描连线扫游客登机证，不过人是排甲落长，袂输看袂透，大部分的人拢喙笑目笑，对旅行充满期待。所以你很早就来，昨天就来了。直接在这里睡机场，会不会不方便？会不会这个人潮超挤？今天人上会比较多，是，可能是年假第一天。早上有没有提早出门？早上有稍微提早出门，路况还 OK。 就惊年假出来佚佗的人多，会影响到时间，袂少旅客拢选择提早出门。嘛有人到现场才知影，今仔日开始放年假，讲感受到旅行进程的幸福。突然多一天假，那样那时候有觉得赚到吗？还是？然后就可以少请一点，有赚到的感觉。根据桃园机场的预报，今仔日25有134462个旅客出入境，其中出境有67743个人。对旅客讲，这甲敢算的好有关系。应该是台湾都已经跑完的差不多了啦，而且状况现在饭店也比较贵了，倒不如出国旅行比较实在一点。光复节年假的头一天，为着因应旅客数量，机场现场的工作人员是全力引导，就是为着确保旅客旅途顺利，嘛提醒旅客加按算报到的时间，较袂影响到行程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